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1节到14节。提摩太后书1章1节到14节，白话字圣经第244页，其他版本请看银幕。对上帝的旨意，照伫基督耶稣活命应允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，回寄予我所疼的囝提摩太，愿你对爸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、人民平安。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续接列祖用清气的良心所服侍的。伫祈祷的时，我少念你无煞。今日你的流目屎，明日心无见着你，互我满心欢喜。念着你的心内无假的信，这个信是大圣伫点伫你的外妈罗伊以及你的老母幼年期，我亲信这信也是点伫你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我点醒你，爱你将上帝对我的还手所予你的恩赐，搁奋志。亲像火火搁炎一样，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，毋是惊吓的心神，就是关灵、仁爱、守己的心神。所以，甲咱的主做干净，无得了做见笑，也无得了我做主的受犯来见笑。就照上帝的关灵，为着福音三甲受苦。第9节，伊救咱。用圣的调咱，毋是照咱的行做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就是永世代的大圣，伫基督耶稣赏赐咱的。若是现今对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来表明的，伊已经活无死，佮对福音、互活命甲未败坏的拢显明。我为着这个受设立做宣传的。互使徒做教师，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也受这个艰苦。若是我无掠做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，也亲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。直到迄日，你对我所听见遐端正的话的模样，就用伫基督耶稣的信甲仁爱来接受伊。所交托你的好事，你着我靠点伫咱的圣神来守伊。以上，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未火烧未煞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昨日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届来到圣殿来敬拜学你，求你。信心甲阮同在，互我的心拍开，用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帮衬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顶礼拜咱拢有放假，有无？放4天。这4天假是咱过中秋节。中秋节诚做咱规年度内面真重要一个日子。伫这个日子内面。咱有侪人会组织做伙，咱会做伙伫家庭的内面，咱彼此来分享。也毋过，我毋知伫当时中秋节煞甲迄个烤肉画上等号，敢若中秋节无烘肉，敢若怪怪的。那呢，咱毋知影咱顶礼拜还是顶礼拜敢有烘肉？我想足侪人拢有。其实这敢若诚做一个传统的物件，留伫即个节日内面。传统的物件，其实是伊需要一代搁一代坚持不断地做落去。传统是要保持原来迄个精神甲意义哩咧。那呢，咱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就要知到底是啥物做一个起头。伫咱烘肉的时阵，咱爱先来点迄个火炭。点火炭无遐简单，咱真细腻、真有耐心，搁爱坚持
再互倒用迄个火倒起来。啊，倒起来了后，咱搁将其他的火炭一块一块甲加入去，互迄个火炭会使继续来烧，即个火才有法度刷落去。即真侪代志内面，有人会起头来做遮个代志，有人看见了后，就接手刷落去做；有人听见了后，就去传。所以无论是做的人，也是接手的人，也是听见的人，因所要来做遮个代志，因拢需要去相信，因为虾米要安尼来做？因要来去相信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信念，互伊来付出一个行动。咱长老教会已经伫台湾140几年啊，起头是有宣教师来到咱的中间，也毋过咱家己咧做的，佫是啥物呢？伫1954年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第13届南部大会，迄阵的总干事是黄武东牧师，伊用一个台湾宣教的题目做一个研究的报告。伊伫迄个报告内面有讲到，伫台湾迄个时阵有320个乡市，中间还佫160个乡市无教会，就是无长老教会设立伫咧内面。伫迄个时阵的信徒嘛占迄阵的人口才0.72%。安尼来看，伫宣教90几年来，其实有爱检讨反省的所在。所以伫迄阵，因就伫个规个南部迄边，因就有一个专台规五组的一个宣教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接纳到侪意见了后，就将这报告成做一个适教100周年纪念教会培家运动的提案提出来。这个内面有讲到，教会应该伫80世纪来宣教、来设教。那安尼，因用10年的时间，要来成做教会100周年的一个奉献的礼物。所以伫迄阵就成做一个运动。这个运动就是 PKU 培家运动。了后，伫几年了后，总会嘛决议设立一个 PKU 委员会，伊定名做福音来台100周年纪念教会培家运动。这个培家运动成做总会全台湾的一个运动。这个运动内面有提到4个赞助的物件，第一个是对信徒，第二个对教会，第3对中会，第4是总会。我想咱伫迄个时阵，在座真侪兄弟姊妹，拢有参与伫这个运动内面。你也阁会当记哩，伫信徒所爱负责爱做的部分是献心，献出你的心志；第2是献金，你来奉献。第3是献工来做事工，这就是咱讲的3献的运动。那你伫教会爱做啥物呢？教会就爱来，互咱的聚会内容更较丰富，而且呢，爱伫需要的所在来设立教会。中会所爱负责的是用各种的宣传的方式来说明这个培家运动。互咱正信徒会当明白了解，而且佮彼此关心，嘛协助教会做开设教会的一寡教育佮训练的工作。伫总会，伊就爱将这一切规划好，提供中会做一切需要的资源。目标定啊，嘛开始做。伫1964年，就佮达到这个培家运动的目标。若讲本地教会，原本的教会数是233间，伫1964年的时阵增加1倍，有466间。信徒的人数为59000几人，增加到102000几人。若说讲咱甲原住民因遐的山地信徒嘛算在内，就达到179000几人。
这是上帝对台湾极大的祝福。对过去这个历史内面，咱会使真清楚去看到。那呢，咱要安怎让这个福音继续伫台湾传出去？咱要安怎做呢？保罗伫今仔日批信内面，搁一摆提到家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这个就是伊所领受到的恩典。保罗伫要往台北设计的迄个路边途中，伊准备搁要去迫害、追杀耶稣的门徒的时阵，伫迄个路的顶面，互耶稣光照。这个光照了后，伊的性命对迄粒开始就改变了。保罗实在去经历着主耶稣，伊经历着主耶稣迄个疼痛，所以保罗伫进前捌伫哥林多、以弗所、甲哥罗西等等教会时阵，伊拢有表明过，伊做使徒是根据上帝的旨意，是奉上帝的旨意，嘛因为安尼去受着侪苦楚。伫即张批信内面，伊搁一摆表明、说明讲，伊是奉上帝的旨意咧做使徒的。伊毋但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搁根据上帝予伊的即个命令去做使徒的职分。保罗不但有上帝的启示，伊搁较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咱对安尼看，保罗是一位真正听上帝差遣的奴仆。伊搁忠心的去做伊应该做的代志，领受这份，领受着使命的恩典，保罗嘛常常咧感谢。伊表明，伊对这个搁真搁活的上帝的迄种感觉，所以伊对三方面来感谢上帝。伊知影这个上帝是伊祖先的上帝，伊知影这个上帝是爱用清洁良心来侍奉的上帝，伊知影这个上帝是伫患难中愿意祈祷的上帝。保罗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，上帝是犹太人历代以来所敬拜的神，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上帝，是会当保护看顾犹太人的上帝。所以保罗讲，伊是煞接列祖的使命来服侍这位看顾犹太人的上帝。伫经文内面讲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煞接列祖用清气的良心所服侍伫基督的时。这遮有一字真重要，就是煞接。煞接，互咱看见上帝是一个自拥有的上帝。那为咱人的一生来看，咱是遐尼短短的时间尔。所以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会当贡献的，会当服侍，毋那是即个，敢若是即个久长的年岁内面中间的一站尔。那呢，咱爱去想，因为过去有侪信仰的前辈，因咧做，轮到咱搁继续做，咱的后代会当继续接续落去做。那亲像咱参加一个马拉松的接力赛同款，每一个人拢爱负责伊伫伊生命这段期间内面，因所爱跑走的路站。这个上帝嘛是用清气良心所服侍的上帝。主耶稣讲，清心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因会当看见上帝。要服侍这个独一真神，咱就必须要有清气的心，因为伊是监察咱人的心的。主耶稣嘛甲咱讲，上帝伊是一个灵，咱敬拜伊爱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伊。所以上帝毋是看咱人的外表，伊是看咱内在迄个咱的真实的心。保罗就是安尼的人，所以伊会当为安尼去感谢上帝。这个上帝嘛是保罗伫患难中愿意祈祷的上帝。保罗咱会当为伊的批信来看到，伊互人一届搁一届关伫监内面，但是伊悠然咧祈祷，
甲虽然会当家己的身躯限制伫迄个空间内面，也毋过会当继续祈祷来传扬福音。即个祈祷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保罗伫即个批信内面，伊悠远咧为提摩太咧祈祷。那呢，咱会当学习保罗，伫咱的每一个生活、每一个时间，咱都会当咱的上帝来祈祷，为咱的所爱的人来代求。环境甲空间有可能甲咱分别做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咱会当照着祈祷伫上帝面前互相来纪念。因为保罗福音就安尼传开，建立了教会，互历代以来侪人的性命得到应允。那呢，照着耶稣基督活命的应允，咱每一个人拢要成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这个性命活命的应允，这个讲耶稣为咱死，叫信的人得到性命。主耶稣讲，伊讲伊来是要互人得到迄个性命，而且要得甲更较丰盛。保罗讲的这个活命的应允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，互咱因为信会当得到性命、得到活命的这个应允。咱照着信得到这个活命，咱就有份伫将来上帝为咱备办迄个美好愿望的所在。这就是照着恩典，毋是照靠行为所得救的这个福音。这个就是你甲我所领受到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对耶稣基督来。那呢，咱教会历史呢？我遮敢若有2本，咱的过去所做的纪念册。第一本是教会设教30周年甲31周年的纪念册，内面写了侪侪过去咱教会内面所做的事，甲相片。第二本是40周年的纪念册，内面悠远有侪侪咱信仰的前辈因所留落来美好的事。咱敢知影咱教会是安怎开始的吗？这个历史，敢若你知吗？咱教会是伫1965年10月31号设立的。拄开始，咱是伫永乐街22号这个车库内面咧聚会。迄个时阵聚会敢若30外人。2年了后，咱迁徙到和平路107号。伫迄个所在是一个徛架后壁，大概咱的信仰的前辈，因要敬拜的时阵，拢爱经过一个黑暗暗的走廊到法祷告，而且迄个厝顶是竹仔做的，所以伫敬拜的时阵，常常会受到外面的声音的搅吵。所以教会看见这个需要一个久长性的聚会的场所，伫1970年。买一个土地，就是土地银行甲临时居留所的一个土地。伊的地址是中华路49号。因为当时中级因会看见，安尼买落来，互教会伫即个上帝国福音的事工开始有一个基础。当然，即个中间有经过侪侪的困难的事，然后上帝引带。咱一项一项克服过。1975年了后，因为信徒渐渐增加，咱就开始从这个礼拜堂甲扩展。1979年，咱配合推动家庭小组的事工，所以安尼人愈来愈侪。伫1982年11月，咱开始甲这个原本的这旧的礼拜堂拆掉，来起一个新的礼拜堂。我想在咱中间有侪兄弟姊妹，拢有参与着。原本敢若想讲要起3楼半就好，但是咱的信仰的前辈，因真用心，将这个地基拍8层楼的地基。那呢，迄阵起了是起5层楼，伫1984年完成。
完成了后，过几年人搁增加，空间无够用，所以伫1994年开始搁来建，伫1995年10月31号完成。伫咱头前这涂骹顶下就有记载，这就是咱即马所有的一个教会的艺体的部分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你回头看一下咱的教会，这个艺体，嘛看咱周报内底遐所有的内容，我相信你已经看见，你才真实的去经历到上帝的信息。因为有侪信仰的前辈委身伫教会的服侍内面，才有法度互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体验到这个成果。也毋过，这是上尾的结果吗？咱阁想看卖，即摆你所有的，特别是伫信仰顶面，你因为信，互上帝称作义，你已经有永生的这个愿望呀。所以，咱是不是嘛应该来刷接咱的信仰前辈，因跑走过这个路，因跑走过这个路顶面有侪代志，会使成做咱的模样甲鼓励。所以，咱要安怎将这个来持守刷接落去，而且将这个福音的工作，过去所压的这个种子，互伊来成长。将福音这个咱无去做到的所在，咱会当甲扩展，做搁较大。咱要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要安怎有一个好的模样，会当互咱后辈以后的人，会当来刷接咱的脚步咧。保罗刷接伊的祖先来侍奉上帝。保罗清楚的知影。伊爱学习耶稣带门徒共款，所以伫今仔的批信内面，伊感谢上帝为着提摩太的信心，伊特别提到提摩太的外妈甲伊的妈妈，就是要提醒伊爱来算上帝恩典，做一个忠心的福音的使者，而且爱为福音勇敢坚强徛伫。你爱好好来运用上帝赏赐予伊的这个恩赐，毋通将为主受苦当作是一个见笑的代志。爱挖苦信心去持守坚守迄个伊所信的这个道，这是提摩太爱去面对的功课，甲实践的。点醒，保罗用点醒提摩太，其实是要甲讲。你已经有迄个恩赐啊，伊要用点醒去提醒伊，迄个上帝是可信可靠的，即个是伊自细汉伊就知影的。咱在咧做事工的时阵，咱拢会有时会心灰意冷。提摩太有可能嘛安尼，所以保罗就来提醒伊，讲上帝遐奇妙的作为，即个提醒。毋是咧看轻伊，嘛毋是咧责备伊，只是咧讲，你可能有时啊，你会软弱，你会小顿眠一下，但是我甲你提醒一下，互你原本遐有诶，你会使搁一摆来运用上帝互你诶遮个恩赐。即个提醒是搁互伊得到气力，那呢，互即个火搁拄起来，火搁炎一样。这是保罗所用的比喻，伊是要表示，咱每一个人拢有领受到上帝所赏赐的这个恩赐。有时咱会因为咱灵内面会消沉，咱无法度真好来运用，所以当这个火炭的火烧甲真旺的时阵，咱就要把握这个时机。咱拢有靠烘肉的经验，这个火炭。烧甲足旺的时阵，烧一段时间了后，顶面会产生薄薄啊一烟腐伫的，会将这个火盖起来。这个火腐盖掉了后，这个火安怎就无法度再旺啊？咱就要用
物件，即个火釜飞走，互即个火会当接受到空气，互伊搁一摆搁旺起来。咱伫属灵的稳定顶面，咱嘛是爱安尼来运用。咱爱将咱所有的放伫上帝面前，互上帝来使用。咱搁爱互信心来帮助咱，互咱心内迄盏迄个火釜会当除去，互信心真活泼自由来使用咱，互上帝听的即个火，再来烧甲真旺。火要烧甲旺，一定爱有上帝信心的帮助，毋通互迄个火釜砍掉的。毋是讲咱无迄个能力通对付遐的艰难，其实是有的。上帝早就放伫咱的内面。保罗嘛讲，咱运用咱的温数，是要照着咱信心的大小。咱若有极大的温数，但是咱若无遐大的信心的时阵，就亲像真侪火炭。无互人，无互迄个火旺起来。保罗咧提醒提摩太的时阵，其实嘛咧点咱每一个人，爱保持咱心内迄个爱上帝的火，爱互定定真旺的。保罗咧罗马书第5章第8节安尼甲咱讲，敢若有基督伫咱抑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，上帝的听伫即个就向咱显明啊。基督来到世间为咱人死，就甲上帝的听显明啊！上帝要救咱人的旨意，其实伫真早之前，伊就已经定落来啊！伫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才显现出来，咱才我都明白上帝的听。安尼看，基督降世，伊真具体咧甲咱表明。伊毋是一个理论，伊是会使互咱真清楚去体会到、感受到上帝听咱的即个代志。所以咱就爱坚守真正所交托互咱的即个好的代志，交托互提摩太一个责任、一个使命。其实主耶稣照着伊的路谱，要传互咱的信息是，咱嘛共款有即个责任。有一个使命，因为这个话会当真做咱的帮衬。提摩太对保罗遐听见这个话，伊的灵命就受到造就。了后，伊就为保罗的手中去持守、接续落来，去做这个工。所以伫今仔经文内面，一个中心的路谱，其实有几项模样会使互咱来思考的。第一个是，伊爱亲身来明白迄个救恩的源头是倒位，伊爱明白上帝旨意是啥物，伊爱真清楚知影上帝呼召，甲上帝所差派，伊爱忠心来做上帝所交托的代志，伊爱真欢喜、甘心乐意为福音的缘故来受苦。上重要的是，伊爱知影。伊所信的是啥人？伊爱对上帝有迄信心甲明白。伊所传的是上帝的话语。伊爱互信心伫伊的心内来自由来运行。过去有侪信仰前辈，因所持守的遮个代志，甲当咱嘛会使来甲续接落来做。教会伫过去的时间。都有举办侪的事工，咱拢讲，咱互每一个信徒、每一个门徒，因拢会当来服侍。所以对我为神学院做神学生，一直到我来到教会，咱的教会有一本合会手册，我想这是全台湾上高的一本。这本手册内面，其实咧甲人讲。咱会当做事工，咱会当参与的是真多。比如讲头前有一个作业，展开教会的组织，这个组织内面，你会当看到，你会当参与的是啥物？第二个，伫上后壁
有一个作业，伊内面是教会规年度的计划，你会使看你的时间，你就会使来参与。伊的内容拢伫规本合会手册内面。教会伫遮个事工内面，所要做的，就是通过遮个事工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来显明上帝的恩典，嘛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用上帝所赏赐咱的即个恩赐，好好啊来运用，而且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迄个机会，会当参与伫上帝救赎的即个计划内面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拢会当来回应上帝呼召咱的即个使命。耶稣基督降世真做人，道成肉体，伫即个世间顶面显明上帝的旨意。这就是咱爱去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历史内面有侪侪代志，是咱信仰前辈所留落来，互咱会当学习，咱就爱来回应，咱就爱线接遮个工课，伊做伙来参与伫教会的服侍内面。后礼拜就要中级的改选，改选了后，咱就会计划明年度的事工。伫11月，咱阁有侍奉博览会，所以伫这段期间内面，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做伙伫教会的遮个事工。更较重要的是，我邀请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将你的信仰的经历，包括你的祖先因安怎接受着这个信仰，然后信这个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，遮个拢爱甲恁的子孙来讲，互因每一个人拢知影讲，因来到教会，因是为上帝咧做工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4节安尼讲，独独你属上帝的人，着闪避遮个来追猎伊敬虔、信、仁爱、吞忍、温柔，着真正神的好征战，将永远牵条条。你受调就是为着这个，你把也承认好的志愿伫最最干净的人的面前。我伫遮赏赐活命，互万项拢有的上帝面前，以及对本州必列岛最好干净的耶稣基督面前，吩咐你，着守这个命令，无瑕疵，无通嫌，直到咱的主基督的显现。2015年是咱嘉南教会50周年，咱敢知影咱教会过去的历史？恁若是知影？恁若知影有倒几位信仰前辈因过去的见证，请你甲所有的人来分享。你敢知影教会即马有啥物事工？你会当说明吗？搁较重要的是，你愿意委身伫遮个事工内面吗？互咱伫教会的历史内面，咱拢有份会当参与着上帝救赎的恩典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互耶稣降世成做人，为咱的罪钉伫十字架顶，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。愿主你亲身来引带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会当线接这个福音的事工，互这个事工继续。互更较侪人会当来参与，目的是要互万百姓拢来归向你。愿主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会当看见家己的使命，参与伫救赎的计划。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来告别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。无对带阮入去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